其實我覺得每一年有一入圍嘅時候咧，我覺得係一個榮幸嚟嘅，亦都係如果去到我呢個心態，我會覺得係好多謝大家咁多年一路嘅成長同埋支持咯。咁呢個係一個累積嘅感情嚟嘅，咁好多謝大家。咁我俾心機做啦，咁樣。我諗我即係行出咗人生最大嘅一步咧，應該全香港都好有深刻印象啊！咁呢個係無論係自己做人又好，或者係工作上面一個好大嘅動力嚟嘅。嚟緊嗰年，其實出年係我自己入行15週年，咁我應該係暫定應該係10月有演唱會嘅。咁對我嚟講係好大嘅情意結啦，因為係支持咗我咁耐嘅歌迷嘅一個回報。咁會好好咁去準備。我喺度好感激過往咁多年所有支持楊千嬅嘅歌迷朋友，好多謝佢嘅對我包容同埋支持啦。咁希望我會繼續努力做到更好。咁希望大家會繼續俾個動力我，同我續呢份合約。多謝你。